德國比共產國家更加共產，唔係話人工咁高，點解都仲係窮人啊？香港人工究竟係咪高過德國呢？咁點解我覺得香港人其實窮啲呢？睇到最後你就知點解啦。Welcome back German Pandas， 我係 Eric， 我係香港人，我住佢喺加拿大、英國、大陸同埋德國。咁我喺呢邊咧 date 過50幾個女仔，包括有伊朗人啦、俄羅斯人啦、烏克蘭人，你諗到嘅都有。咁我呢邊咧做過 innovation， 做過 sales， 做過 finance， 而家做 IT transformation。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啲有啲 funny 嘅 dating stories， 或者係喺呢邊做嘢嘅感覺係點樣呢？記住 subscribe 啦。以前諗住去歐洲生活嘅時候，都諗住慘啦，呢邊啲嘢又早閂門，啲人又慢，人工又低，稅又高。但係諗翻，就算我揾到錢多啲喺香港，可能我都冇乜時間使，放假又趕頭趕命，跟住可能成日都好攰，放工翻到嚟空氣又唔好，出到街周圍都係人，下山500字。OK， 撇多啲個人恩怨唔好講啦。咁今日咧我講4個主題。第一咧就係香港人工究竟係咪真係高過德國？呢個好重要嘅。第二就係呢邊嘅人究竟係咪唔儲錢呢？同香港比差幾遠呢？第三就係購買力啦。你人工高啲唔代表你買到多啲嘢噶嘛。最後一個就係 quality of life， 生活質量。呢4樣嘢講完之後，你就知香港究竟係咪真係窮 L 啦。第一，香港嘅人工究竟係咪真係高過德國呢？咁你睇睇數字啊。咁德國咧 brutal 即係稅前嘅人工咧，大概係3200歐羅嘅個 average， 咁大概27,000港紙啦。咁你 netto 即係俾咗稅、俾咗 credit card 啦啲五險一金之後咧，就大概係2200蚊歐羅，即係19,000蚊港紙嘅。咁香港揾幾多錢啊 ？average 大概係2萬蚊港紙。咁咧當然有人做到3萬蚊啦、5萬蚊。咁但係個 average 大概咁上下數字啦。咁所以咧呢邊嘅人工咧，其實同德國咧稅後其實係差唔多嘅 average。話就咁話啫喎，但係香港白領 professional 嘅人工咧，我知好多 friend 都起碼10幾20萬一個月嘅。咁呢邊咧就比較少，即係呢邊比較 average 啲嘅。咁雖然佢 average 同香港差唔多，但係咧就係高人工嗰啲冇咁高，低人工嗰啲咧亦都冇咁低。咁香港咧就啱啱相反。雖然話就話香港白領其實高呢邊人工好多，但係亦都有 caveat 嘅，唔係咁 straightforward。我遲啲慢慢拆解。喺拆解之前咧，我想講第二個 topic， 就係呢邊嘅儲蓄率 versus 香港嘅儲蓄率。咁咧其實個現象咧幾有趣嘅。香港一出糧就即刻諗咗點樣慳錢、點樣儲錢啦、投資。德國人一出糧即刻諗去邊度旅行、買單車。單車講緊係幾萬蚊甚至10幾萬一部，唔係電單車，係真係自己踩嗰啲啊。所以咧係好唔同。咁我都幾中意德國人咁爽嘅。咁但係另一方面我亦都好冇安全感。我喺香港慣咗儲錢噶嘛，係嘛？咁我哋講緊幾大嘅 difference 咧？香港平均儲蓄率係3成到4成，呢邊你估下幾多？大概1成，係已經屬於高噶啦。喺其他西方國家仲低啲添啊，美國係直情負數添。咁點解德國人唔興儲錢呢？有2個原因嘅，一個係文化上嘅原因，另一個係實際上嘅原因。咁文化上咧係因為呢邊興活在當下，同香港好唔同。咁香港亦都中意買 LV 啦，買 Gucci， 食米芝蓮。咁同埋咧，香港亦都會想儲錢俾啲仔女，甚至俾啲 grandchildren。咁呢邊咧就唔興呢啲嘢嘅。現實嘅原因係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儲緊錢，不過係被逼儲錢。政府幫佢儲錢就係你每個月要交失業保險啦、意外保險啦、pension 啦，即係退休金啦。另外仲有其他保險，即係譬如傷亡保險。所以咧，其實你一失業咧，佢已經幫我儲到錢，你有失業金。你如果有意外大吉利是嘅話咧，佢養你一世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係儲緊錢，不過係被逼儲錢。咁對比上嚟咧，香港淨係得個5%嘅 MPF， 除咗之外咧，全部都靠你儲蓄。譬如你唔覺意整傷咗，做唔到嘢，靠自己；如果你係有病，靠自己；如果你係失業，靠自己。所以咧，香港嘅儲蓄率高啲咧係正常嘅。所以我有時話德國比共產國家更加共產，北歐國家亦都係。呢啲 social market economy basically 就係你擺入去啲稅同埋 insurance， 去咗幫其他有需要嘅人。咁比較有錢嘅人咧就冇咁有錢，比較窮嘅人咧就冇咁窮。
制度同我哋好唔同。哇，儲多成萬蚊一個月，唔係話？等，下一個 topic 更加重要。究竟我哋係咪可以超英趕美？唔係超德趕美呢？香港究竟嘅購買力係咪高過德國啊？咁之前我哋講過，收入嚟講，我哋大概同德國係差唔多嘅。不過咧，白領咧就似乎高過德國。咁購買力又點啊？呢個先見真章。你以為人工高就等於生活好？睇數據，購買力咁點樣啊？咁根據 Numbeo 嘅數據咧，如果我哋揀一個城市，我揀個比較平啲、對比大啲嘅城市啦 ，Leipzig，會係一個德國嘅城市，人均收入大概2200歐，即係大概19,000蚊港紙啦。咁一個 one bedroom 一房單位，即係唔係 studio， 係一個睡房嘅單位，係大概估下幾多錢？5000蚊港紙，600歐，係啊，香港劏房都住唔到啊！咁香港人工平均我會話2萬蚊港紙到啦。咁但係租金咧，分鐘一房單位 one bedroom 係15000蚊以上。咁你都睇到個分別有幾大啦，即係可以儲多成皮嘢一個月。咁所以如果你講一般嘅打工仔咧，你扣除咗租金嘅收入，即係呢個最大嗰份啦。咁其實咧，香港人咧個生活質素 at least 個購買力咧係低好多嘅。有數據有真相，再 check 下 Numbeo website。嗱，當年啱啱10年前我嚟 Munich 嘅時候咧，呢邊嘅購買力咧係高香港30%。意思即係咧，譬如大家都係揾1萬蚊，1萬蚊喺呢邊咧可以當13,000蚊咁樣使。咁最近咧呢個差距咧就收窄咗，因為 inflation 高到好多啦，通脹，咁俄烏戰爭等等。咁但係咧，如果你同 Leipzig 比咧，因為 Munich 咧係全德國最貴嘅城市。咁如果同 Leipzig 平啲嘅城市比咧，而家仍然嘅差距有10幾個 percent 嘅。咁我可以想象10年前咧，差距起碼60個 percent，好細好多。所以收入大家差唔多，但係咧購買力咧香港係低過德國嘅，所以呢一仗德國贏咗。第4個生活質素，咁之前對比過啦，香港收入似乎稍為高啲，尤其是如果你係 professional 白領，咁啊真係高啲嘅。但係咧另一方面，平均一般嘅打工仔咧，購買力似乎係德國稍為高啲。咁當然啦，德國咁大，如果你住喺 Munich 嘅話咧，可能真係差唔多。但如果喺 Leipzig 咧，就購買力稍為高啲。咁生活質素又點啊？咩話？香港爭成4倍，唔係吧？頭先講數字嘅話，德國同埋香港不分上下。咁生活質素又點啊？咁我哋睇3樣嘢。第一就係空氣質素啦，第二係綠化啦，第3係工時有幾長。咁空氣質素方面咧，我哋睇下 Leipzig。咁 Leipzig 嘅 PM2.5 污染咧係平均係4嘅每年。咁你估下香港係幾多？香港平均係16，係4倍，唔係吧？OK， 咁城市綠化方面又點啊？咁市中心綠化空間平均咧，香港每人係有3平方米嘅。咁如果喺 Leipzig 咧，平均每人有15平方米。咁如果你同 Munich 比咧，仲誇張，平均咧係75平方米，對比差唔多係25倍咁多嘅。OK， 你話我唔 care 綠化空間，咁究竟我做嘢方面辛唔辛苦咧？嗱，德國平均一個禮拜咧做40個鐘，香港平均一個禮拜做50個鐘。聽落好似唔係好大分別啫，10個鐘。喂，你諗下喎，一個月4個禮拜，每個禮拜做多10個鐘，即係一個月做多40個鐘，即係等於你每做一個月咧，就送到1個禮拜俾你老細喎，咪話唔少嘢啊！所以我上一條片都講過，生活態度真係好唔同。喺香港，生活係圍住工作轉，想像一下地球同埋太陽，太陽係工作，地球圍住佢轉咧就係人生。喺呢邊咧啱啱相反，太陽係生活，工作只係其中一個星球啫，分鐘唔係最大個星球。其他星球圍住太陽轉，仲有健康啦，有興趣等等，所以係真係好唔同。咁總結一下啦，個4個 point 喺字面上咧，其實咧香港揾錢咧係揾得多啲嘅。咁咧，但係你壓力爆煲，喂大佬去廁所去唔到，瞓覺瞓唔到，呢個係有犧牲嘅。咁喺呢邊咧個 purchasing power 講緊一般人咧
比香港稍為高少少啦。咁但係咧講緊咧生活質素咧就肯定高啲啦。咁空氣好啲啦，工作壓力冇咁大啦，工時冇咁長。咁我真係睇你有啲咩選擇啦。咁你哋想喺德國慢活啊，定係喺香港搏殺啊？留言話俾我聽啦，同埋講俾我聽你想睇啲咩類型嘅片，咁我哋會做多啲噶啦。記住 subscribe， 每個禮拜都出新片，講啲 dating 搞笑嘅 story，同埋做嘢有趣嘅嘢。記住 subscribe 啦嚇，like，下次見。